但是地上多毕业老板大变现在那年迷你亚的故事嘞，你亚个都会一闹会嘛哇？是咱也上嘛，米到做的说话，常说也讲类的当面多，咱路口嘞，你米里头表哪个嘞？我也有情况他妈从你把位，以前呢都有得米厉害，突然呢面对的好对来呀嘞。都说买地你都马位，但是上面那帮你带他的个类对个，可以对得讲很多，都说那会到个票多对来呀嘞。里个少数为多那个来多钱变卖，都没有困表给不？他们买里的人在家庭下有，都没人马到头变出来个的。但你养马了，都打烂率晒出来的，对上等下里都好些呢。第二手帮率那马巴西来说地钱比，他是个变卖。You get down from there. 阿婆依家第二下，每对上等下的好便宜，如果对上来个，但没有弄下第二嘛拉表，两难比赛路票嘞。比如，那帮你特别拉不下那个，是因帮上没飞的路票嘞。你也没变那个路边来看马路，婆依家手帮面和管理，都身上但没加来呀嘞。你还要对看马路，厉害，都对的对上等下的张我都票变票票嘞。下回要别的路是个，他们两人刚没的个把公们名起户。对从别人下比上大比呗，然后你们那马路厉害，可以过到来个的，比如都是将那个垃圾路一路标比，不几个因为那不配合个的，你看三年前嘛，里米包里下第二张没个的，那包括到后下第一十批比，到后天个第三下来第一百那天嘛心里个了吧，你把年前嘛别毛偏白，到时间的突然的等比加下来，都偏毕竟别保持多几年了嘛呗，他偏白不路掉太多了，我对了下来。路人那个来段新马路，直接买倒退个第三上要多个嘞。第二个第一对那原理啊，第二做一个蛮多的，都罗里来上里在路的里边嘞。都要手帮做到不罗里的看马路。都直接买样来弄那个嘞，他为买土山那个都要这样马上里边的给他马喂。你马喂都要将被查查，卡在看下比地上多个嘞。例如了，什么港票马上路边没地价，都你特别多路标都是送票给家嘞。你家嘛，如果是那破路你要查个苗户，都睇个定价用多嘅嘞。你个查个是送没路破路标了，都要第二嘛苗票等你后可多嘅嘞。收入帮你做，炒价这讲呢，冇买手手你都睇好吧。如果是他，得你别看他下来，大面那边又要拿给巴比。当忙你不干等你嘛，查个苗嘅嘞，大家得这边不路你还苗嘞。然后你们那嘛查不到的时候来找我，你会表表给嘞。但你家了，门你那嘛查过对的第一路表给嘞。Came back last night. Look, he's right there. 都比如碰起来的看嘛了，这边查他心里给嘞。都把我们身上的老，这些没破些你要多比较偏门为嘞。破一家了，没来门那没有我们那些钱我们拉路边表嘞。第二干嘛都拿没一样，人家一些你也偏比，第二嘞不如你来说都门比较路表嘞。都讲现在呢，不讲你第三定在上上改变咩，把买一样的给我。而家周围每条批评你嘛诶，有啲高强下咧。如果是个周小不没有看流星来看嘛咯，都头特别要来嘅咧。看看这些对，都还有到没说的比较呢，都变比烂都来嘅咧。